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落晒跳翻嚟啦，今次，你問我我點解要拍呢個咁嘅 Crazy Game 咧？係因為有嘢嘅 Crazy Game 嘅跟唔係今日，係咯，更新咗，係啊，更新咗係啊。有好多嘅人送俾你好多嘅願望。唔知係咁添。都係咁樣通過呢嘅。啲跑好嘅話咧，咁咧，大家講啊，好咪算啦。有一個慈善嘅人類咧，唔可以講係人類。可以，過了一個洞，謝謝。飲凍水好熱啊！阿婆，哇！呢個跑好啊要，呢個摩托都跑唔到。呢度秘密通道。哇！第一階段係呢個嘅會出煤礦啦。嗱，你家話我買呢個遊戲，究極法王，六，OK，是要蓋一下。這怎麼沒有門啊？這蓋了這麼高，是有用嗎？是你蓋的 ，YouTuber。你不要蓋，你不要怪人哦。你自己好自為之，是不是？是好自為之啊！你自己好自為之係咪？中文翻譯。嘿。我見到你嘅面，而家但係個面唔同咗啊！係啊，更新咗之前，因為嗰條橙破壞得好。不過各位，謝謝。我哋以後唔用。我呢個係拍 shot 嚟嘅，顯示大家點樣入我呢個嘅 YouTuber 啦。係。咁大家記住訂閱同埋喜歡先有嘅噃。係啊。大家知道啦，我係唔 A 噶嘛，所以我都可以建造嘅咩 ？OK，所以我可以建造，都可以有其他人嘅。你在幹嘛？一條路好容易死啊！我哋好簡陋，仲可以整，唔使整。鐵礦。搞成飛機啊！OK，唔緊要，訂閱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嘅話咧，就有機會獲得呢個1000萬獎金喎！大家唔知有1000萬獎金就訂閱落去。係。大家拜拜。